申命記第12章，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，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，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章，乃是這些：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侍奉神的各地方，無論是在高山，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樹下，都毀壞了。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，打碎他們的柱像，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，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，並將其名從那地方除滅。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，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，你們就當往那裏去求問。將你們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，並還願祭、甘心祭，以及牛群、羊群中頭生的，都奉到那裏。在那裏，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，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吃，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，蒙耶和華你的神賜福，就都歡樂。我們今日在這裏所行的，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，你們將來不可這樣行，因為你們還沒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地，所給你的產業。但你們過了約旦河，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神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，又使你們太平，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，安然居住。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，並向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，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。你們和兒女、僕婢，並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，都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。你要謹慎，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，唯到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裏獻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然而在你各城裏，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分，隨心所欲宰生吃肉，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樣。你的五穀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或是牛群、羊群中頭生的，或是你許願獻的、甘心獻的，或是手中的舉祭，都不可在你城裏吃，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吃。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，你和兒女、僕婢，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都可以吃，也要因你手所辦的，在耶和華你神面前歡樂。你要謹慎，在你所住的地方，永不可丟棄利未人。耶和華你的神照他所應許擴張你境界的時候，你心裏想要吃肉，說我要吃肉，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吃肉。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他名的地方，若離你太遠，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，將耶和華賜給你的牛羊取些宰了，可以隨心所欲在你城裏吃。你吃那肉，要像吃羚羊與鹿一般，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。只是你要心意堅定，不可吃血，因為血是生命，不可將血原文作生命與肉同吃。不可吃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樣。不可吃血，這樣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得福。只是你分別為聖的物和你的還願祭，要奉到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去。你的燔祭連肉帶血都要獻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。平安祭的血
要倒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。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，你要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一切話，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善、看為正的事，這樣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享福。耶和華你神將你要去趕出的國民從你面前剪除，你得了他們的地居住，那時就要謹慎，不可在他們除滅之後，隨從他們的惡俗，陷入網羅，也不可訪問他們的神，說這些國民怎樣侍奉他們的神，我也要照樣行。你不可向耶和華你的神這樣行，因為他們向他們的神行了耶和華所憎嚴、所恨惡的一切事，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，獻與他們的神。凡我所吩咐的，你們都要謹守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刪減。